堡味包子，还有好吃的面包。哇，通通都是我喜欢吃的哎。喜欢就多吃点，才会头好壮壮。彤彤姐姐，没有别的选择吗？小蜜，不可以挑食哦。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营养成分，所以我们要均衡饮食。那我可以咬一口，再决定要不要吃吗？可是如果你只咬了一口就不吃了，那很浪费耶。小蜜，你不吃，我帮你吃掉了。这个是彤彤姐姐准备给我的耶。好啦，那我吃吃看咯。哇，很浓哦！彤彤姐姐，还有吗？小蜜，如果你喜欢吃这个堡味的话，我以后每天排队去帮你买。哇！태우는豆浆，甜甜，你今天想要喝태우는还是米浆呢？我两个都喜欢哎。堡味包子，彤彤姐姐，你猜猜看，这个堡味是什么口味的？很熊哦，我猜是肉包。面包。哎呦，好饿哦，彤彤姐姐，我想吃面包啊！你刚刚不是才吃过一个面包？我想可能我的胃比较大哦。태우는面包堡味，小朋友要吃早餐才会变聪明哦。哈库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火喵，拜拜。